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，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。friend 嚟㗎嘛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呢期呢就唔係某一間店嘅體驗分享，而係將一啲不足以支撐一整期嘅日常零碎整合咗下，有推薦有中規中矩，都有大可不必啊。按照時間順序從遠到近，就先嚟講講我嘅新店裝修進度啦。粉面區域嘅大廳硬裝基本咧都裝好晒噶啦，吧台水龍頭都裝好埋，再加裝一下呢種暗裝嘅插座，基本咧就可以投入使用噶啦。宵夜嘅話，去咗一下最近去得有啲多嘅心驗啊，其實咧已經開始邊際效用遞減噶啦，基本每次咧都係追黃鱔啊、油泡田雞同埋川芎白芷浸魚嘴，所以咧今次特登試咗幾個之前冇食過嘅菜式啊，燒汁鱸魚同埋炸魚瘦肉。鱸魚嘅話咧，炸工咧係無可挑剔噶，不過咧調味上嘅話，我更加中意彬彬酒家嘅出品啦。炸嘅咧係鯇魚嘅魚瘦肉，因此咧食起身油脂感都幾唔錯噶，十分好送酒，值得一試。幫襯咗一下新店附近嘅南江酒家，求其食咗個工作餐，食完繼續翻工地加班嗰隻啊，鹹酸入味，口感爽脆嘅酸菜煮白鱔，特價菜式試賣68蚊嘅薑油浸水魚，甜而不辣嘅咖喱雜菜，呢三味都係非常好送飯嘅菜式，好符合工作餐嘅屬性噶，唔接受反駁。睇咗部輕鬆嘅喜劇電影，我先唔要同你做朋友啊！有我幾中意嘅演員黃浩。用咗九牛二虎之力，終於咧將吧台嘅木板咧都安裝好啦。呢一塊昔日環石小館嘅大門，變成咗而家新店嘅吧台，都算係一種傳承，一種屬於我自己人生軌跡嘅傳承啊！最近咧都喺度搬磚，冇花啲咩心思喺食呢件事上面噶。喺逼我飲酒嘅魔鬼嘅勾引之下，臨時組織咗一次 Theo 飯局，嚟到咗呢間我每次嚟咧都幾滿意嘅潮雙魚仔。循例飲翻啲威士忌，循例點咗自帶微甜同埋脆感嘅打冷魷魚，肥到漏晒油嘅打冷土豪巴浪，超有鑊氣嘅炒達蠔魚麵，肉厚回甘嘅涼瓜腩肉煲。不過咧，如果可以換成潮汕嘅豬瓜咧，會更加好。熱湯甜潤，口感細嫩嘅五仁豆腐。除咗呢啲基本操作之外，喺逼我飲酒嘅魔鬼嘅推薦之下，我哋整咗兩味好硬嘅硬菜啊！老菜脯煲石頭魚同埋老鼠斑兩食。雖然咧只係冰鮮貨，但係咧石頭魚嘅鮮度保持得幾唔錯噶，肉質嘅彈性非常高，呢種口感完全可以用爽嚟形容啦。老菜脯賦予佢獨特嘅鹹鮮，我強烈推薦啦。老鼠斑嘅肉咧做咗起片，做咗最原汁原味嘅清蒸，魚皮嘅膠質非常重噶，有住唔錯嘅韌勁。不過對於我嚟講，比起蒸魚豉油，我會更加傾向於更為純粹嘅油鹽蒸，唔會遮蓋住魚肉嘅微甜啊。魚頭部分咧整咗個涼瓜湯，不過呢度咧輕輕就顯得有啲雞肋啦，唔係話唔好食嘅，只係呢個好食嘅程度咧唔至於令我捨得花呢個價錢去食咯。今次咧仲試咗下之前冇試過嘅滷水鵝翼拼粉乾，雖然咧同我經常買嘅從潮汕寄嚟嘅粉乾仲係有一定嘅差距噶，但口味同質感咧都幾唔錯，值得一試。勝在隨時想食就食得到，畢竟咧潮汕嘅軟水救唔到我呢個近火啊！飯後整翻杯經常買到斷晒貨嘅蛋黃蜜桃茶，簡直完美。呢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，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。friend 嚟㗎嘛，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